中國不時威脅台灣，咱的國安局參考西方國家的做法，建立一個聯絡管道，希望中國民眾會當主動提供情報。有專家就分析講，中國一定會想辦法應對，認為國安局安尼做，較像是心理戰，實際效果閣愛觀察。唉。又有人被帶走了。影片內底是講中國的極權體制和公職人員，大家攏感覺危險，心情正不安。上尾也鼓勵中國境內或者是海外的民眾提供情資給咱方。這是國安局用 AI 生成技術做的影片改變，參考英美情報機關的做法，使中國民眾聯絡窗口，拓展情資來源。入去網頁跟做中國境內或者是海外地區，一步一步教你用外國品牌手機或者是平板恢復原廠的設定，連接無需要實名認證的 WiFi， 用 VPN 軟體加西方國家廠商的網絡瀏覽器6項安全指引，要增加情報來源，也兼顧消息來源的安全。主動來公開，也歡迎中國的民眾來提供。我認為這是對我們的情報的收集手段又多了一個方式，在美方也有做過類似的做法。現在的一個 AI。或者說仿造，能不能確切的收到一個明確的情資，這個都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啊。專家講，國安局公開假設窗口效果如何，也該看。因過因為是公開的資訊，中國一定會有相對應的措施來限制中國民眾提供情資，和想要提供情資的人會擔心安全。所以國安局的做法，較親就是心理戰。在國內被管制的這種環境下，它很難做處理。那通常都是可能有心，那可能在手邊也有相對的一些資料，到國外的幾率相對就高。國安局講，對相關提供的情資，已經科技手段嚴格過濾，也由專業團隊評估查證，執行所有來聯繫工作，希望會當增加多元的情報消息來源。記者綜合報道。